飞河家园毁掉家园，伫即届风灾，看到真侪光电板去扫到东岛西歪。立法委员谢龙介19号上午嘛，甲着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共同召开记者会，那也表示8月23日反罢免真重要，同时东港还有河山的演艺公投嘛真重要，呼吁乡亲爱踊跃来投公投。我们河山演艺要投同意哦，那罢免。如果在其他的区域有立委的罢免的部分哦，拜托大家要投不同意公投选票，而公投选票呢是要投同意河山研议啊。那我们拿到这一张这一次的公投投票单的时候，也要麻烦我们的乡亲、我们的好朋友稍微花一点时间看一看这一张是民众党立委提出来的公投案，国民党全面支持，全力支持。他这边写了一些意见，为什么要投出同意河山研议这一个公投议题？河山运转，不管你后边结论，总统跋歹叫无跋叫，无要紧，咱爱有百姓知影讲，真百姓哦，真有够艰苦的啦。会中立委谢龙介表示。国民党唔是反对绿能，而是反对人魔不彰，甲着官商勾结的绿能，造成台电用悬的价钱来买电，却用低价钱来卖予民众，造成亏损。因此，呼吁河山的演艺公投，民众一定要同意支持。这一次823，我们希望大家，台南没有罢免，但是全国的好朋友，罢免不同意，你1万单领钱，公投爱同意。省钱也当吹冷气，啊！希望大家就是说支持这个核能重启，稳定我们的能源配置。第二个，降低我们的能源成本，否则全民受不了，关税冲击，失业率上升，无薪假扩大，将来再加上能源的涨价，我跟你讲，台湾真的会乱。上午出席记者会，除了立委谢龙介，还有议会国民党团侪位的议员、书记长，甲着发言人，以及将要参选的青年军，甲着市府民政局的主秘杨雅玲等。虽然即届8月23日投票日，台南市并无立委罢免的选举，不过公投票的部分，台南市总共有160万过962人，呼吁民众也是要踊跃来投票。省钱吹冷气，公投爱同意，省钱吹冷气。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